다 군쉐 다 순주님아 타마 차디요래 가상 담부 체비는 또 드리기 군주들이 님을 주 마도 시야야마 님을 주 예버데 단 님은 아마도 매차서 님은 지几天前但你们啱咪咩差今日咯？係課程嘅最後一天，本來預計課程係6日嘅，但係因為上一堂課延遲嘅關係咧，咁而家就變成咧只有5日嘅課程。咁所以今次只有5日啦，所以如果秋天有時間嘅話咧，會繼續去開呢個唯識30頌嘅課程。所以首先咧，一樣啦，就要向所有參與呢次家豬冬季課程嘅以波卡仁波切同埋堪布東遊仁波切為主嘅堪布喇嘛同埋所有僧眾，都要向大家各位問候，同埋亦都仲有咧各位透過網絡參與課程嘅所有法友啦。首先要向大家各位問好，同埋希望大家身體健康。今日咧就會正式進入到去講解成唯識論述記序言嘅呢部分，亦都係由窺基大師所寫嘅呢一個成唯識論述記。咁呢部書裏邊嘅嗰個序文嘅一個講解啦。咁喺呢度咧，法王就會將呢個序文嘅原文啦放咗去個熒幕嗰度嘅個 keynote 嗰度。之後法王會係將佢粗略咁翻譯咗做藏文，但係由於時間關係咯，原文同埋一部分佢有用嘅呢一個中文注釋咧，佢就唔會念出嚟，就擺咗喺 keynote 嗰度，咁大家睇一睇就得啦。首先喺進入呢個序言之前咧，我哋要了解一下嘅就係玄奘大師所寫嘅呢個成唯識論，同埋窺基大師所寫嘅呢個成唯識論述記之間嘅關係係乜嘢咧？다 슝디 가르쳐야 되거든요. 제가 자세히 슝디 차야 돼요. 저 제가 자세히 슝디 나를 좀더 준비 된줄 차야 돼요. 다 지금 제시에서 라비온도 가르쳐 오르잖아. 제가 자세히 슝디 차야 돼요. 成唯識論係一部所識之論。因為佢本身咧就係一部解釋，佢係一部解釋唯識30頌嘅世親論師嘅呢個唯識30頌嘅一部解釋呢一個唯識30頌嘅呢個釋論，所以稱佢為呢個所識之論。而窺基大師所寫呢個述記咧，咁我哋可以稱佢為係一個能識之記。咁述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根據過去所聽聞嘅傳述，
跟從呢啲大師大德所聽聞到嘅呢啲傳述，將佢呢啲內容記錄落嚟。記嘅意思又係咩咧？就係記錄落嚟。就係將嗰個各種意義記錄落嚟。所以呢一部成唯識論述記，佢呢個書名嘅意思就係代表咗咧，係將玄奘大師所講嘅內容記錄咗落嚟。所以成唯識論述記之所以稱為述記咧，就係表現咗佢係完全係根據玄奘大師嘅指示安排啊而撰寫出嚟嘅，並唔係窺基自己去發明創造出嚟嘅一本書。咁述記咧係仲有一個意思嘅。第二個意思係咧，就係佢代表咗係一個記錄，係避免去忘失遺失嘅意思，同埋亦都根據呢一個善珠所寫嘅呢個序釋，即係對呢個序嘅一個解釋咧。咁呢個序言咧係可以分為7個段落嘅。咁呢度就唔詳細講啦。總之咧，第一個部分主要個內容係咩咧？就係要去闡明佛陀所證之理咧，係甚深難量嘅。第二部分啦，第二個段落係說明咧，世親所做嘅呢30頌，其實目的咧就係為咗去闡釋佛經唯心之理，佛經當中唯心嘅義理。呢個就係序言裏邊第2段嘅內容。第3段嘅內容咧，就係要去闡明呢個護法等等嘅10大菩薩啦，就係為30頌造論釋義。第4段咧，就係闡述咗唐三藏玄奘大師之前喺佢嗰個時代之前，因為係佢嗰個時代之前嘅譯經咧，係有好多嘅非譯嘅。所以咧，亦都係第5段咧嘅意思咧，就係講闡明，就係呢一個玄奘大師所翻譯嘅內容咧，先係最正確嘅。咁第6段就係概說成唯識論呢部論嘅論名。第7部咧就係窺基大師一個自謙嘅敘述。呢個可以就係話咧，窺基大師嘅呢個成唯識論述記嘅呢個嘅呢一個有7部分嘅呢個大略意義啦。咁而家我哋今日要講嘅咧，就係呢一個述記序文裏邊嘅第1段。咁其他部分咧，希望就係有時間可以秋天如果會開課咧，就再講解啦。所以首先睇睇第1段。
다들 동부당부디 다 동부당부디 갈 땐가 알았어. 라비는 다 등기 쉬는 신기. 동부당부디기 조합의 상기 영원도 제배 내로.什么嘞? 조합의 상기기 다 도배기 내로디 하장기배 首先第一段佢主要嘅內容係咩呢？就係前面有講過啦，就係要去展明佛陀所證之理、所證得嘅義理咧，係甚深難量嘅。咁我可能會念一次呢個中文先嘅，亦都唔容易讀嘅，其實。知象义而全理，二篇玄妙，借猛烈以探机。况乎非有非空，悉全遍于言体之外，不生不灭，觉明相于常寂之经，智觉迥照其中，将胜独真其载，无言之言封经，涛岁财而月选，非有之有波腾，占幽章而海峻，匪主具体灵智，眼则勾深，则空性了义，几乎悉矣。大家听是听大多题，听大多是啥呢？大家呢，第七题第几？大家点点做的呢？三个我都写的内容的，三件包包搞一把都是挺好的。大家日行听大的继续下写的呢？大同步堂步的个，这个同步记嘛，学那上不产说。大这个同步堂步堂学的上大堂步的看的是什么？切以六位精微之象义而全理。咁首先第一句就會第一段裏邊就會再分逐句去講。大啲搞掂我三堂步的切以六位精微之象義而全理，留咗卡得時我哋啦。咁首先就係講第一句啦，攝以六位精微之象義而全理，二篇玄妙，直蒙烈而談記。咁呢一個要講嘅意思係咩咧？以白話嚟講咧。中文裏邊咧有一部經典係周易。意思就係呢度解釋呢一句啦，就係意思就係周易嘅呢個道咧，咁而呢個道字如果要翻譯為呢個藏文係唔容易嘅，就好似法呢個字咧，其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翻譯。同樣道呢一個字咧，其實亦都係有好多種意思嘅。有時候咧就係代表呢個實相真理。總之就有好多唔同嘅翻譯。但係喺呢一度咧，總之呢個易經易呢一部書所傳述嘅呢個道咧，雖然係好精微嘅，但係亦都需要咧去支取呢個即係要靠啦呢個十易嚟去説明佢嘅義理嘅。意思就係話咧，一般人咧，如果係想去直接去讀呢一個易呢本書去了解易經嘅義理咧，好難嘅，要靠十易呢本書
去說明白，先至係能夠明白易經嘅道理。咁六位呢度就係講解即係六之位，六爻之位，易卦嘅六爻。唐朝嘅凌泰咧，佢嗰個解釋咧就佢認為咧，上乾下坤。咁上乾下坤咧就係總共有六畫，咁亦都係好似上坎下離，亦都係有六畫嘅，咁所以咧就稱之為六位。係個卦象嗰度總共有六畫，咁所以總之咧呢個六爻之位嘅內容係極其精髓微妙嘅，但係就好難係可以喺咁短時間去講解清楚。咁所以咧呢度就稱之為精微，以精微嚟形容呢個六位。而羅士憲先生咧就認為啦，喺周易裏邊咧個乾嘅文言裏邊就有講過，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呢度提到六位咧，佢就係表明係呢個物係要從始至終嘅六個階段。所以總之呢度嘅提到嘅六位，佢所指嘅係咩咧？涉以六位精微，雖然呢度冇直接提到易經呢一個詞或者點明呢本書，但係佢所講嘅就係代表咗易經呢本書嘅道，易之道。咁所以六位精微所講嘅就係指出係易經嘅呢個道。咁之後就知象易而傳理，其中嘅知字咧就係取嘅意思，意思就係話為咗要了解易經很深奧嘅呢個精微嘅呢個意義，咁所以就要去支取，要能夠就係要靠嘅咧就係象同易，因為相傳咧孔子係作咗呢個十易，要幫助我哋明了易經嘅道理。十易咧呢部典籍亦都稱之為易傳。傳嘅意思咧就係對經嘅解釋。而呢度嘅經咧，同佛經嘅經咧係唔同嘅。呢度係講緊嘅係中國嘅呢個經典，中國古文嘅經典。咁因為古人裏邊講嘅易經啦，所以入邊都會係有時都會將易傳都包含喺易經入邊嘅。象传啥的，当然先给系辞傳啥的，說卦傳啥的，序卦。咁孔子所寫嘅呢個十易，其實係包括邊啲？有呢個衾傳、象傳、繫辭傳、月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仲有文言傳
等等嘅。咁咧，因為呢個吞詞、象詞、繫詞咧，各自都有分上下兩篇，所以咧總共咧就係有10篇，所以就稱之為10翼。象意中國實意思啊，其中因為有一篇叫做象詞，所以呢一段裏邊咧，所以就係稱之為象翼嘅原因啦。就係因為咧10翼當中咧係以呢個象詞為首，所以咧就舉出呢個象作為呢個例子嚟說明其他啦。咁所以換句話說啦，翼可以話係一個總，之後象咧就係別啦。咁所以總之簡單嚟講啦，象翼所指嘅就係10翼，亦都係孔子所寫對易經嘅釋文。개방하면 자나리야 아니 지기 된주에 개라천보다 조이사한테 개라천보다 되지 근데 지기 능시 탐지 지기 된라 파버서야지 당한 주변에 능시 뒤수나로 능시 탐지 지기 된라 파버서야지 기지 줘라 봐 어다 딘데기베 흉자치슈 조이사데大家啱先譬如拖兩我媽總之呢一段主要係講啦，就係喺古代好似周易嘅呢啲咁嘅經典咧，啲內容好精微，亦都係十分玄妙嘅。之後就係易經應該係有翻嚟做作文嘅。總之亦都係好難睇得明嘅。亦都係好難係可以直接睇易經就睇得明㗎，咁所以呢度就係攝以六位精微嘅意思啦。所以因此要知象翼而傳理，所以就係意思係話就係要透過象辭，透過孔子嘅呢啲咁嘅智者。佢所寫嘅10翼，亦就係對呢個周易嘅呢部釋文咧，係嚟說明佢嘅義理嘅，我哋先能夠了解其中嘅道理啦。之後下一句咧就係義篇玄妙，直蒙列爾探機。呢句所講嘅咧就係老子啦，講到道德經呢個老子其實佢係跟孔子係同時代，佢好似個先人咁嘅。或者好似我哋藏傳裏邊講嘅一個成就者咁樣去形容佢，佢寫咗部《道德經》，係好出名嘅一部著作。喺藏文裏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譯本嘅。總之咧，呢部《道德經》咧非常之出名。2篇是啦，我要得搞的是呢，6年啥个多大一点？
咁老子亦都係一部好重要嘅哲學著作。呢部著作咧，主要係有2篇嘅，所以2篇玄妙所指嘅就係老子所做嘅呢個《道德經》嘅2篇嘅《道德經》，有2篇嘅《道德經》。2篇玄妙所指就係話，老子所著嘅《道德經》2篇雖然好玄妙啦個義理，直蒙列以探機。呢個所指嘅蒙列，其實就係要借助莊子同列子等等其他呢啲嘅智者啦，或者所謂嘅諸子百家，佢哋嘅解釋咧，嚟幫助我哋可以了解其中嘅關要同埋隱微之理。但咁的嘞呀，老子跟在下边给《道德经》3个兄弟了，2篇3的《道德经》3个兄弟了过活的是，但《道德经》3个这个这个了吧？这些人对不对不起下边呢？道3的講莊子、列子都係一啲古代嘅一啲中國嘅智者，但係佢哋係唔係佛教徒啦？但係佢係中國佛教傳入之前嘅出現嘅智者，咁所以呢度2篇所指嘅就係《道德經》啦，老子所寫嘅《道德經》。而簡單嚟講咧，呢個《道德經》嘅道嘅呢個字，其實之前有講道呢個字好多意思，意義係好深，但係呢度根據靈泰法師嘅，或者係羅士軒等等，或者係善珠佢哋嘅解釋啦。但係如果我哋根據靈泰法師嘅解釋咧，佢解釋嘅時候就係指出道係修行嘅意思，而德嘅意思咧就係道成、修道成就嘅意思啦。又或者咧，如果依照善珠法師嘅解釋咧，呢度嘅道德嘅道係咩咧？就係本，德咧就係末。總之，道德呢2個字咧係有好多非常深奧嘅解釋嘅。但玄妙那個看得上，玄妙啥的，玄啥的搞過什麼，什麼都可以。妙啥的，咁所以呢度有講到2篇玄妙，所以就係話老子嘅《道德經》咧係非常之玄妙噶。玄妙係咩意思咧？玄妙可以只係代表非常深奧嘅意思，玄係好深遠，而妙係微細之極嘅意思。咁呢一個玄妙呢個字就係出自於老子上篇。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咁老子上篇嗰度就係有出自呢一句：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僥。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跟這下邊《道德經》下的經義裡邊個熊 philosophy 個熊唄，給他全部，對講那這麼多嘛，是不是？怎麼連個拖嚟啊？給他全部是他約定嘅。所以窺基大師咧就引用咗呢一句玄妙呢一個字啦。咁所以老子嘅呢個《道德經》咧，可以話係好重要嘅一個哲學著作，唔單止喺中國哲學裏邊啦。喺世界上咧，亦都係有好大嘅影響㗎。所以總之呢一部著作咧，呢一部咁玄妙嘅著作要去了解咧，所以咧係要靠其他智者嘅所做嘅注釋先能夠明白㗎。咁呢度提到有蒙列，蒙所指嘅就係莊子，列就係列子。實際上睇哪咯呢？睇哪咯咧？例子3個《論語》寫嘛的，
呢度提到嘅咧，都係中國古代我哋所謂嘅諸子百家裏邊嘅呢啲智者啦。舉例嚟講，中國有一部重要嘅著作《史記》，《史記》裏邊係冇記載列子，但係喺莊子嘅呢部著作裏邊咧，係多次有提及列子嘅。而家咧列子咧係有兩卷嘅留落嚟嘅列子嘅呢一部書，但係咧有啲學者咧而家咧研究咧就認為呢兩卷嘅列子咧係晉朝嘅人咧偽撰出嚟嘅一部書啊。佢之前有講到《易經》，《易經》係好唔容易去明白㗎，因為呢度六位所講嘅就係代表《易經》，佢係要靠孔子嘅釋義十譯呢部書去解釋，透過呢個解釋，我哋先至能夠明白《易經》嘅精微嘅意義。同樣啊，老子所撰寫嘅《道德經》亦都係好難去明白，係要透過咧莊子同列子佢哋嘅著作，先至能夠幫助我哋可以去了解到《道德經》二篇嘅呢個玄妙嘅義理。咁算呢度咧就係首先窺基大師借用咗中國一啲最重要嘅著作，係做一啲比喻啦。況乎非有非空，悉前遍於言體之外，不生不滅，絕名相於常寂之間。之後下一句啦，況乎非有非空，悉存遍於言體之外，不生不滅，絕名相於常寂之中。咁呢一句嘅意思係咩咧？提到非有非空，又唔係有又唔係空，所指嘅呢度就係佛教。意思就係話啦，前面剛才所有提到嘅，無論係易經又好啊，或者係孔子嘅十譯又好啊，又或者係老子嘅道德經，或者係呢個蒙滅佢哋嘅解釋都好啊。之後就有再提到非有非空，所指嘅就係佛教。咁窺基大師喺呢度咧就提到，咁佛教係乜嘢咧？就係非有非空，用呢一句係去進入到佛教。所以靈泰嘅注釋裏邊就有提到啊，非有非空嘅意思係咩咧？就係雖然大小乘都可以話係非有非空。但係呢度咧係特別係非有非空所特別指嘅出嘅咧，就係中道嘅大乘教法。主要呢度咧，點解會咁講咧？就係因為遍計名就係非有，依他起或者係完成實咧就係非空。咁所以呢度就係指出大乘中道大乘之教就係非有非空。所以呢度點解會話係中道大乘之教係非有非空咧？就係因為遍計就係非有，
依他起，依緣成實，就係非空。咁之後羅時憲先生嘅解釋係咩咧？就係非有非空所指嘅咧，就係聖義諦。咁聖義諦咧，佢認為呢個聖義諦係有4重聖義，有4個層次。咁呢度就唔多講。咁佢認為咧，佢係屬於第4種。就係叫做第4廢傳譚子諦。總之呢度要講嘅就係話有與空都係可以言說，可以講嘅，講到出嚟噶。有同空都可以用言說，但係咧聖義諦係不可說，所以稱之為非有非空。全遍於言體之外，咁所以呢度就講啦，況乎非有非空，悉全遍於言體之外。意思就係話非有非空所指嘅佛教咯，悉全遍於言體之外，咩意思咧？呢度係出自邊度咧？呢句說話其實呢度就係借用咗莊子裏邊嘅一個講法噶。咁就係莊子係中國好重要嘅一位智者啦。但係佢唔係佛教嘅一個智者，但係佢係喺莊子外物篇裏邊有提到。傳者所以在於得喻而無能傳，提者所以在吐得吐而無提，言者所以在義得義而忘言。有咁嘅一句話嘅喺呢一個莊子外物篇。咁呢句話嘅大意係咩咧？就係用呢個傳係咩咧？就係竹字頭一個傳字啊，全部個傳。係一個用嚟捕魚嘅一個竹器，用竹做嘅一個捕魚器。咁用呢一樣嘢去捉魚嘅時候咧，咁捉到魚之後咧，就唔需要咧再用呢個傳啦。之後就會講啦，要捉兔咧，係要用咩咧？就用提呢樣嘢去捕嘅。咁同樣啦，捉到兔仔之後咧，你就唔使再用呢個提啦。所以呢個意思係咩咧？就係話重點個重點就係咧，就係無論係我哋讀經都好啊，或者係讀呢一個經典都好啊，重點就係要知道個內容同埋含義。如果我哋已經係把握到其中嘅意義，咁樣詮釋佢所用嘅語言咧，就唔再需要啦，就可以捨棄啦。因為咧，其實呢啲所用嘅語言都好啊，其實呢度就係好似等於傳同埋提一樣，最後都係可以捨棄嘅，就係呢度嘅意思咯。所以呢句話咧，就係借用咗莊子嘅呢個典故咯。下一句就係不生不滅，絕名相於常寂之尊。呢度有提到不生不滅，
佢所形容嘅咧就係呢個真如實相。點解會話不生不滅咧？就係因為真如咧係冇起始，亦都冇終盡嘅。之後就提到常寂之尊，所指嘅亦都係真如。真如雖然係一切法嘅實體，但係佢嘅本性咧係暫寂不變嘅，所以稱之為常寂。之後呢度提到嘅尊，其實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實際嘅意思。咁呢度嘅意思係咩咧？就係真如係諸法嘅本質。總之呢度提到嘅意思就係不生不滅，絕明相於常寂之尊呢半句所指嘅就係真如本身。所以總之呢個半句嘅大意就係話啦，一開始就係舉出咗一啲中國古代嘅重要嘅經典啊，好似周易啊。我哋要了解周易，就係要靠孔子嘅十易去做輔助啦，或者係要了解孔子嘅道德、老子嘅道德經，都係要靠莊子、列子嘅著作去解釋，先至明白。之後就係再講到啦，就算係呢啲世間嘅典籍，即係同佛教嘅教法嚟比較，嗰啲係屬於世間嘅典籍啦。更何況係佛教咧？譬如尤其係大乘嘅教義，其中嘅聖義、義理係完全超越咗語言文字嘅。所以佛教裏邊其中殊勝嘅教法，佢嘅聖義咧係非常之幽深微隱嘅，可以話係超越咗概念同相狀嘅完全。咁所以呢一種咁嘅教法咧，係更加需要係通過無數菩薩嘅造論啦、注釋啦，去解釋同講說。原因就係咧，因為呢啲大乘嘅教法咧，係超越咗文字語言，呢個真如嘅本質咧，係完全超越咗概念同埋相狀嘅，超越咗語言嘅。大抵呢，正觉迥照其中，将胜独真其载，无言之意，无言之言，风惊涛碎才而月悬，非有之有波腾，占幽章而海峻。之後嗰幾句就係知覺迥照其中，將勝獨因其在，無言之言風經，濤碎彩而月圓，非有之有波騰，佔幽章而海盡。首先第一句啦，知覺所指嘅就係佛陀，因為呢個覺
就係喺唯識性之中咧係圓滿覺正，咁所以就係稱之為覺。之後咧，迥係咩意思咧？就係遠嘅意思，遙遠嘅遠。照係明嘅意思，迥照嘅意思咧就係遠照。佢意思就係一種洞明、洞察，係非常深遠咁嘅意思。意思就係咧，能夠咧知道好深遠、甚深嘅含義，都能夠明察，都能夠洞察。之後咧，迥照其中嘅中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崇高嘅崇。咁呢度所嘅意思就係咧，就係指代所專所主嘅之法。總之呢度所講嘅就係代表咧，係佛能夠遠照洞察深遠深邃嘅專純之法。之後提到將勝，將勝咧就係有啲係代表咗接近聖者嘅意思。將勝就係接近聖者嘅意思，佢未成為聖者，但係佢係已經好接近聖者啦。咁如果佛陀咧就係自性啦，佛陀名為自性，因為佢係好接近聖者嘅意思係咩咧？如果佛係自性，咁將勝係咩咧？就係菩薩。所以呢度咧，將勝所指嘅就係菩薩。而將勝呢個字嘅出處係咩？就係出自《論語子項篇》。咁入邊就有一句啦，子貢讚美孔子曰：故天縱之將勝。大家第一个团大让我怎么学呢？大家也不是学模式吧？第一团大让我怎么学呢？那上届嘅十几样别团他们就听个样的，像就三八那么嘅，那上届嘅教育广播这位嘅点选的是在呢，点把嘢别个错。總之呢句說話嘅大意就係咧，佛咧係能夠遠照洞察遠處深邃嘅專純之法，很尊貴嘅佛法。而菩薩咧係能夠造論去扶揚佛教，輔助呢個弘揚呢個佛教嘅，就好似咩咧？就好似宰輔輔助國王一樣，就好似宰相去幫助國王一樣。咁呢句就係將勝獨因其宰嘅意思啊。過去就係好似呢啲菩薩論師寫咗好多呢啲論點啦。就好似係能夠輔助國王嘅宰相一樣啦。下一句無言之言風經，滔歲采而月圓。無言之言呢，所指嘅係咩呢？就係大乘佛法。點解話係大乘佛法係無言之言呢？就係因為中道大乘嘅體性呢係超越咗語言嘅。
所以稱之為無言。但係佢仍然必須咧係要經由呢個經論言教咧係去講說，先能夠彰顯佢嘅義理啊。所以咧又稱之為有言。但係換句話講啦，就係因為一切法嘅自性咧都係離名言嘅。所以咧各種各樣嘅經論咧，其實都係佛菩薩為咗因為要詮釋，所以先至係勉強做出嚟嘅表達，假設出嚟嘅名言，並唔可以咧就係將佢咧執為實有，所以咧就稱之為無言之言，以無言之言嚟去俾稱呢個大乘佛法。之後提到個風字，其實係一個比喻啦。經亦都係作警、警醒或者驚醒，咁呢度係一個比喻啊。咁就係比喻呢啲經論教法好似風一樣，就好似風一樣咁去吹拂興起，能夠可以警醒警覺眾生，能夠消除眾生嘅昏迷，有咁嘅意思。咁我哋而家就首先休息20分鐘。大等一的摩托的需要读西的，对的，无言之言啥子嘛，我主要，但无言之言，无言之言，風經，陶歲才而月。接續翻頭先講到嘅地方，無言之言風經呢一部分。之後就係拖歲彩兒月圓。cada dengue que tá server 切过去啥呢？那cada dengue 这个 server 切过去，得了绝对的绝把切切labres， 但你哪罗啦？风景是哪个的？风啥的？cada dengue 他们就弄的切从不加呢，是吧？弄给这cada dengue 他们就被弄了加了也没得。大家呢，風經啥的，經啥的，呢度就係比喻咧，經論咧就好似風一樣啦。之後有提到經呢個字，或者警醒個警。咁喺支那內學院啦，有呢一個法學院咧。咁因為呢部論咧有唔同嘅版本嘅，但係我哋今次用嘅咧，主要係用支那內學院教堪嘅呢一個版本啦。咁佢就係用驚醒呢個經。其他有啲版本咧就用警醒個警。
呢度就係話啦，無言之言，風經，就係意思係話就係將呢啲經論教法比喻為風，就係話啦，佛說法，菩薩造論，就好似風嘅興起，能夠驚醒呢個眾生。之後叨碎彩言月圓，叨嘅意思係咩呢？隱藏嘅意思，碎就係深遠嘅意思，彩就係文采。主要呢就係形容咧經論中嘅色、名同埋物句呢啲啦。咁呢對說話嘅大意就係話咧，佛陀嘅教言同埋過去往昔嘅祖師智者嘅論釋展述咧，就好似風一樣，能夠令一切眾生驚覺醒悟。而呢啲經典注釋注述啦，唔單止係文才卓越，更加咧係呢個係非言成章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呢啲經論係能夠撥開雲霧，令我哋咧可以見到月亮一樣啦。就係咧撥開雲霧之後，就令大家可以咧見到天上嘅明月一樣。所以眾生亦都係因為呢啲經論啦，就係能夠了解同埋領悟到佛法當中咧隱藏嘅深遠嘅道理。波騰占幽章而海峻。下一句就係非有之有波騰，佔幽章而海峻。非有之有呢度咧所指嘅就係真俗義諦。就係世俗諦、聖義諦呢二諦。意思就係話咧，一切萬法並唔係好似我哋世人一般人所執着嘅咁樣係有實有嘅知識。但係咧，佢亦都唔係好似咧空中嘅花或者係兔仔上邊嘅角一樣，係完全唔存在嘅。因為如果話係有，或一定係有，或者係一定認為係空，其實兩者咧都係偏見。所以經論裏邊咧所講到嘅有同埋空，佢並唔係一般嘅有同埋空。我哋要理解為咧係一種非有之有同埋非空之空咁樣去理解嘅。這波什麼大呀？嘛的是，咁呢個嘅，搞到點數嘅，搞嚟啊！但你路前邊搞嚟，要把它明白啥的，要把明白要把知道，明白明白就知道，你就過過來說。
所以經論裏邊提到嘅有同埋空，並唔係我哋世俗一般認為嘅嗰種有同埋空，係非有之有同埋非空之空。之後就提到波騰，占幽章而海峻，占幽章而海峻，占下。波騰所指就係呢一個詮釋真俗義諦嘅語言，就係波騰。之後下一句裏邊暫字就係代表籌，幽章代表呢一個深妙嘅文章，海就係比喻為大海。其實呢個比喻咧就係、海喺呢度係比喻呢個真如之理，盡咧就係、好深嘅意思。所以呢一句嘅大意係咩咧？就係各位論師所各抒己見啦，所謂係佢哋所闡釋嘅非有非空嘅真如之理。佢哋所詮釋展述嘅語言咧，就好似大海一樣，波濤洶湧。所以呢度就係非有之有波騰呢一句嘅大意就係點解啦？咁因為咧，就係、如果我哋喺海上邊啦，如果見到海浪好大咧，我哋就知道咧嗰度咧嘅水咧係好深嘅。但係如果咧我哋見到啲浪係比較少嘅話咧，咁嗰度嘅水咧就應該係比較淺㗎啦。同樣嘅呢個道理啦。因為我哋會睇到好多展釋唯識嘅教言啦，咁我哋就係能夠感受到咧佛法真如之理啊，其實係有幾咁甚深難測。而呢啲甚深難測嘅義理咧，可以話係深藏喺呢啲幽妙嘅文章裏邊，深如大海，難以窮計。如果唔係依靠呢啲論師嘅教法展述咧，我哋係冇可能咧能夠了解到個真如之理嘅。他理解了目的的学案。他这个还是非主具体灵智，眼则勾深，则空性了义几乎稀矣。之後下一句，非屬具體論智，演習勾深，則空性了義幾乎息矣。呢個非呢個字咧，即係非不是。
之後嗰個字咧，屬具體領指啥的？具體領指係屬於或者係亦都有著作嘅意思嘅。具體啥的商業嘅塊咁呢度係屬於屬嘅意思，屬於嘅意思。之後有提到具體論治呢個詞咧，有唔同嘅解釋。咁呢度具體嘅意思咧，所指嘅係佛。因為佛咧，佢具備咗呢個功德之體，所以稱之為具體。但係根據善書嘅解釋，具體呢度係所指嘅世親，而係羅士憲先生咧就認為具體咧係指無着，但係咧具體呢個字咧係出自孟子嘅。咁之後論智所指嘅係菩薩，因為意思係鄰近佛智。但係因此係解釋為菩薩啦。但係羅士憲先生咧認為呢個智所表嘅係無漏智，鄰智就係可以為係咧，就係代表加行為菩薩鄰近於無漏智，咁就係指世親。之後演習勾心，呢度所演嘅演字咧就係即係說解，習所指嘅就係妙中之妙嘅意思，勾就係取嘅意思。咁演習勾心嘅意思咧，呢一句係出自於呢個譯繫詞裏邊。佢有一句啦，呢部譯繫傳裏邊，譯繫詞裏邊有一句就係探責索引勾心致遠。所以演習勾心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指無着世親等等呢啲論師咧，佢係探索佛教嘅呢個幽窄深隱嘅妙義要旨，然後咧造論弘揚。咁之後空性所指嘅呢度就係了義，就係究竟嘅中道之義啦。空性就係真如嘅意思，實性嘅意思。意思就係話白話嚟講就係話，如果我哋唔係仰仗於呢個具體論智，透過佢哋經過探索同埋演繹出呢個佛經深奧嘅道理嘅話咧，之後係造論弘揚啦。之後能夠可以係先至係能夠去演繹出佛經裏邊深奧嘅要義。如果唔係靠佢哋嘅話咧，唯識甚深嘅呢啲義理咧就冇辦法得到弘揚，甚至係都冇人能夠了解啦。同樣啦，空性了義呢啲嘅正法咧，亦都係因此會差唔多嘅衰滅止息啦。所以呢一度具體論治，我哋再解釋下咩意思咧？如果我哋根據呢一個靈泰嘅一個注釋咧，佢會指具體所指嘅係佛。
咁因為佢具有功德之體，輪智就指菩薩，但係羅士憲先生就指具體代表嘅就係無着，輪智代表嘅就係世親，就有唔同嘅一啲解釋。之後呢度有提到幾乎適宜係咩意思呢？咁喺靈態嘅注釋裏邊就有提到幾，亦都係有機要嘅意思，因為幾呢個字係同機字係通嘅，適字咧亦都係同適心之處嘅意思。咁幾乎適宜嘅意思咧，就係中道大乘唯識嘅呢個教義係極為關鍵重要嘅，係適心之處。但係羅士軒就認為啦，幾乎適宜咧係出自咧亦係詞，係近乎熄滅嘅意思。這些亞當啲啦，換句話講就係空性了義嘅教法咧，亦就差唔多要衰滅絕跡啦。咁可以點樣結合？如果我哋結合兩位啊，靈態同羅士憲嘅講法嘅話咧，就係話啦，近乎適宜可以係咁樣解釋。大乘唯識嘅教法咧，係最為關鍵重要嘅法教，係悉心之處。如果唔係呢啲聖者，就係具體論智之人啦，唔係因為佢哋探取佛法奧義嘅話咧，咁唯識嘅甚深之理咧，就冇人能夠開演同宣講。咁進而咧，就再冇人咧係能夠了知呢個教法。更加唔好講話要去傳揚弘揚啦。咁呢個甚深嘅唯識嘅教法咧，亦都冇辦法能夠可以繼續傳揚落去啦。過啲，好啦，看這虛實別說起。다 양gar 타마들이야 가르쳐요. 디 tumbu 당부 되게 죄된 디 양gar 좀 돌 뒤에 거는 사실 쉬나 sometimes. 다 tumbu 당부 된 데래 봐. 다 데래야 너리즘도 주변 제시 lin시 데래야 tumbu 뒤에 tumbu 뒤에 야야 차야 알았어. 三界斷你有話請得請下有的，但係呢三界談波同不談波啲，咁我最後呢一度就再做一次總結，第一段就係成唯識論述記，裏邊有7段。其中第一段呢，就係今日所講到嘅，咁其中第一段嘅總結。況乎非有非空，悉全遍於言體之外，不生不滅，覺名相於常寂之今，智覺迥照其宗，將勝獨真其宰，無言之言，風經滔歲財而月旋，非有之有波騰，佔幽章而海峻。非主具體靈智，眼則勾深，則空性了義，幾乎悉矣。剛才法王就係再念一遍今日講咗嘅呢個第一段嘅內容。周易下給自己點決定的，他呢先給老子給這個道德經，老子你給他熊看啊，容的看他熊的他們這。
咁呢一段主要嘅內容咧，就係展述咗佛陀所證之理甚深難嘅。咁簡單以白話嚟講咧，就係話啦，無論係周易、易經啦，即係定係老子，佢哋嘅學説咧，都係非常之精深玄妙。但係咧，所以因此咧，就係需要孔子咁樣嘅呢啲諸子百家啦，進行詮釋，先能夠令我哋可以探究到其中嘅要領。所以呢啲世間嘅經典咧，都需要咁樣先至係能夠咧理解嘅。更何況咧係非有非空不生不滅嘅真如妙法，即係佛法啦。佢係特別係大乘嘅佛法啦，佢係完全超越咗語言上座同概念，咁更加係需要經過無數嘅菩薩嘅造論注釋咧，先至係能夠可以解釋同埋講說嘅。如果冇佢哋嘅話咧，咁我哋更加冇可能了解到其中嘅甚深嘅義理。咁之後咧，就係之後就係有再進一步講，就係呢一個自覺啦，即係呢個至尊嘅佛陀，佢係能夠洞察到甚深專純之法，亦都係要之後透過諸位菩薩嘅造論扶揚啦、輔助啦。咁就係因為咁，大乘嘅經論咧就好似風一樣，能夠將啲雲霧吹散。咁亦都係令到呢啲隱密同埋甚深嘅呢啲佛法義理咧，好似明月當空，可以照亮驚覺警醒嘅一切眾生。而呢一個真俗義題有如深如大海，難以窮底啊！咁而詮釋佢哋呢啲甚深嘅教法嘅言教咧，就好似大海嘅波濤一樣澎湃洶湧。如果唔係靠呢啲論師嘅傳述同埋論義咧，我哋就係冇可能了解到呢啲甚深難測嘅真如之理。所以呢啲都係要仰仗依靠佛陀同埋諸位菩薩，靠佢哋開演妙法，同埋佢哋係攫取呢個精義，咁令到呢個悉心之處大成最關要之法，就係唯識空性了義咧，先能夠可以廣傳嘅。否則咧，呢啲教法咧，幾乎就係會消失絕跡。咁呢度就係剛才咧，就可以話係呢第一段嘅總結。咁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咁首先我哋就課誦，然後仲會有獻萬達，以此功德願證佛自性，降伏煩惱怨敵之過患，生老病死洶湧之波濤，願度眾生速脫輪迴海，祈願開演珍貴聖乘法，吾所積聚一切眾福善，回向一切眾生皆得成聖乘妙法。Jai
其長壽。諸佛悲心化身加瑪巴，諸佛事業總集加瑪巴，諸佛灌頂寶柱加瑪巴，烏金卓督音列其長壽。諸佛悲心化身加瑪巴，諸佛事業總集加瑪巴，諸佛灌頂寶柱加瑪巴，烏金精力多其長壽。之後就係獻萬達，咁之後課程就圓滿啦。所有禮讚供養服，請佛住世轉法輪，隨喜懺悔諸善根，回向眾生。给我众生大给吉萨巴，他们些大给上直播间我，所以不知出现没多长，这是为灵性人的眼巴的，上给心多没得表演，这个脑大心。觉巴说，我们古罗人那们的康尼亚大亚美，你见面这上波的贝贝，像这浪拉巴见面就，对son的些公巴道巴达，西不来民主西不来民呢，南瓜两边着那着我说。拉玛公噶玛桑拉索安的ço多古塞人拉索安，只列他心给拉索安的拉玛丹扎瓦灭不心耶罗，今年路面工作早瓦松开不拉康健广播节日是计算着曼古罗别曼，索安的索都咱们下些工。老爸，今南中主备军经验，俺妈这边没说的样呢，啥路给对那种就不，早些是说老年没住宿，确实没你们刚见这些，所以没着就亲戚把咱开不了电脑，这边他妈说刚见中的女子人他。牛都谢谢在年中给了姐妹的面面着他的给了相处什么人不，俺给年女子什么着平均强别什么当的那样培育的为的给把也。上给电报大给云南小做什叫啊世界电别的空的给外早啊感觉。大家老少能不来个月的，虽然明白这不着有钱。วันเดียวเราไม่ชาเบเดียบดาขันยามยองละดีกิจวดาดาชิมาเลโซซาริบจังยูร์โดสังเกสาลังกบาราชูอาซูตามิเซเกยอร์เบ还送些呢，这个一嘛了，没事一嘛。哦，这可送嘛，所以呢。那是，咱这个，咱那三年过去年他们的，三年广大，咱家下去做，还家下去做的介绍的，家下去做可对了的，工作的可对了。家下去做，是的。
聽日係辯經法會最後一日。印度時間4點半會簡略咁去修持呢個加珠道歌海。咁主要係主要係念明着多傑嘅嗰部分嘅道歌咯。總之印度時間4點半開始。大概就係咁啦。咁呢次冬季辯經課程，咁可能時間比較短，主要係因為大部分時間呢都係給予咗國師加策寧波車係做呢個口傳。咁所以法雲上堂嘅時間就變得比較短，所以希望喺秋天嘅時候會再繼續上課。如果唔多上課嘅話呢，咁之後就可能嚟唔切啦，上唔晒啦。咁而家仲唔確定啦，但係上課嘅時間大概係咁樣啦。多謝。